基本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香港这个大地动，一寡所在拢禁水停水，特别伫咧庄卡所在，一寡观众朋友可能就会用水盒仔来摄水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就是摄好摄摄第8条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摄就是挽钉仔的时，前后还有正平倒平摇互叮当这个动作，咱讲是摄起来。啊，若是伤过条，就摄袂叮当。即卖台语字典嘛混化解说讲，若是挽钉仔，甲一般的物件摇互叮当，互伊灵气，就是摄。咱讲摄喙齿、摄铁钉仔，甲物件摇互叮当，拗互长，咱讲是摄指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摄水，就是呛水、拍水的意思。也毋过一般呛水，咱是讲为古井储水起来。啊，若拍水较常用到的是讲用莫大甲水呛悬。摄水就是讲用一款水盒仔甲水抽起来。第二个词就要进一步来解说，什么是水盒仔？这是一款古早的抽水机，有一支长长的铁机啊，一个起落了，就会慢慢再走起来，安尼水就会流出来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即马正罕咧看到水盒仔，加入一寡特殊的水资源园区，或者是纪念古早准高的公园，才会当体验到安怎用水盒仔来摄水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摄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